阿媽，你唔好成日催我啦，冇用噶。你知唔知道依家點解離婚啲人越嚟越多啊？點解呀？因為佢哋未懂婚姻就去結婚咯。婚姻係柴米油鹽，唔係玩泥沙啊，唔係父母俾個彩禮辦成婚禮，有頭房有部車就係幸福啊。婚姻係需要共同去經營噶，需要理解，需要包容，需要遷就。喺婚姻入邊，懂比愛仲加重要啊！佢需要嘅係人品、三觀、責任同埋擔當。冇人會永遠愛你嘅，當激情退去咗之後，終將都係變成搭伙過日子。你結咗咁耐婚，你應該都知道婚姻嘅本質本身就係一種合作。經濟基礎固然重要，但係最重要係一個人個教養啊！擔當同埋責任心係控制情緒嘅能力，係為人處事嘅方式，係萬家燈火之中有一盞為你而亮，而唔係雞飛狗跳之中只有你自己一個人啊！再講啦，婚姻係唯一一次自己選擇家人嘅機會啊！所以我成日都同你講啦，遲啲真係冇所謂，但係一定要選啱對嘅一個人，因為佢決定緊自己嘅後半世喺生活中係光明定係黑暗啊！醒少少啦，媽咪！我條仔未交係嘛？我食要連多棍食翻啊！